大家好，我是 Михайло，我属个人。最近，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承认了，他无能为力解决所有他选举之前答应的事情。他无法解决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，他无法解决以色列和伊朗的问题，他无法解决朝鲜的问题，等等。特朗普好像和大部分别的政治家一样，选举之前他假装一个龙，他什么都可以，但是选举之后，大家都可以看到，他只是个只会吹牛的老鼠。